1819年咁樣嘅階段啦，我就真係好成形地係睇一套古希臘古羅馬嘅哲學叫做 Stoicism。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呢個哲學家就呢個學派嘅哲學家叫 Marcus Aurelius， 係同時係真係一個古羅馬帝國嘅國王嚟嘅。嗱，個 point 係呢一個學派只係其中一個學派嚟嘅啫，其實有好多學派嘅，即係好似佛教你都好多種啦，係咪先？藏傳定咩基督教都係啊，有東正教有天主教咁樣。咁喺古希臘嘅時候 Stoicism 都係其中一個學派嚟嘅啫，因為佢係最接近我呢種人嘅。大家好，歡迎嚟到神經俠侶嘅第46集，時間過得真係快啦。咁啊呢一集咧對我嚟講係特別有呢個重大意義嘅，因為今日想分享一個話題。亦都同大家分享從呢個話題引申到我喺2026年嘅呢個第二季度嘅第一個月，即係4月咧，係決定做一個我已經諗咗好多年，依家終於有機會實踐，同埋我深信可能係會成為我嚟緊人生好長一段時間嘅主業。但今日想同大家首先分享嘅係一套我喺大學時期開始鑽研。去到20問30嘅時候，我會話好成形成熟地成為我嘅人生哲學。然之後去到近呢2-3年，我覺得極度幫到我走過我近年嘅一啲所謂低谷。咁你細個嘅時候經歷咗啲咩導致你想鑽研呢一個哲學呢？我唔覺得我係一個本身真係心臟好強大好識諗通嘢嘅細路仔嚟嘅。咁你未識之前，你嘅性格係點？孤僻，反社會，憂鬱。但係你而家都係反社會。Angry，no， 我係只係願意做個有獨立主見嘅人咁解啫。但係我可以肯定地講，我唔完全唔反社會之餘，我好熱愛社會。但係我細個係一個好 angry、好嬲、好憤世嫉俗、好唔開心啦。不如唔好講太複雜嘅一個青年。唯一就係能夠 focus 喺讀書上面。避開咗好多可能其他潛在嘅問題。我覺得我細個係以讀書好嚟解決問題，但係慢慢去到喺呢個英國寄宿學校，我講過好多集啦，就因為入鄉隨俗，即係沾染咗所謂嗰啲寄宿學校文化，跟住令到我咧就好似係呢個睇得啲嘢開咗好多或者話係冇咗一個格出嚟。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最實正，即係對我嘅內心境界，我覺得都唔夠。係去到大學咁啊，大家都知啦，就小弟主要係讀數學嘅。我亦都會話我嘅成個成長經歷裏邊最突出嘅地方係邏輯。我大學其實嘅數學係冇咩數字計數，冇完全唔係大家諗嗰啲嘢，係邏輯學嚟嘅，基本上係研究邏輯。即係讀數學其實係研究嘅邏輯。即係讀數學唔係讀數字，冇乜數字。咁係讀咩咧？成個大學都冇嘅，幾乎只有嘅係希臘嘅字母符號。咁你而家仲識唔識睇啊？如果你叫我再 rerun 一定得嘅，但係當然啦，依家叫我去記得翻以前好多嘢就唔得噶啦，因為嗰啲嘢係過得太耐。隻 game 就好似你玩一個 game， 玩緊個遊戲，嗰個 game 係要你已經過咗關啦。有啲規則有陣嗰啲你好耐冇玩，你都要，但係就唔記得咗啦。我哋就鬥玩規則咯。咁我哋數學係一個純粹 train 人哋思考能力嘅遊戲嚟嘅，甚至乎咁亦都係一個 by the way 全世界可能係最男女不懸殊到今日都係嘅一個科目，就係通常最叻嘅確實男仔嚟嘅，好性別歧視嘅一個咁樣嘅學科，真係嘅。因為到而家為止，譬如話你睇劍橋大學，全世界最著名嘅數學系喺嗰度，到今日嘅男女收生比例係男性壓倒性優勢。通常最勁嗰啲都係男仔。都唔係性別歧視嘅，咁係可能呢方面係男人叻。因為佢好純好邏輯嘛，佢最邏輯學嘅一樣嘢，呢樣嘢確實係男人天生係同女性比較，即係調翻轉男性好弱嘅地方就係喺感性方面係弱啊嘛。咁而反而我覺得除咗呢方面之外，小弟大學就副修嗰時係哲學。
咁就係好無聊嘅哲學嚟嘅，即係又係攞啲題目嚟撚嘅，即係譬如話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顏色？俾一個禮拜呢個我聽過你爬咁係超級地。咁個結論有冇結論㗎？通常哲學係極係冇結論度有趣嘅過程，辯論過程極度無聊嘅結論。通常個結論都係唔知喎。即係其實個老師係睇下你個解釋夠唔夠創意或者係睇你識唔識拗嘅啫。哲學就純粹練鬥拗，其實都係邏輯嘅一種。尤其英式嘅哲學同歐式嘅歐式大陸嘅，但係就冇確實一個答案嘅。冇乜㗎。I mean 最有趣嘅答案反而就只不過係如果真係要哲學邏輯性地討論生命究竟有冇意義，個答案係冇意義。係啦。呢個係唯一 profound 真係我覺得係有意義嘅答案嘅議題，但係大部分嘅議題都係拗完一餐之後係覺得maybe 唔好肯定，通常都係咁，哲學係咁樣。但係個 point 係因為大學嘅呢段教育經歷就令我開始走向哲學嘅。我係喺你係好有興趣嘅對呢樣嘢度。Yeah， 你可以當我係得閒啦。又或者話懶係比較上流少少，好似好有空間去諗呢啲人生問題。咁於是乎就閱讀哲學就變咗係我嘅一個興趣。啱開始由讀書到咗變一個興趣，我係咁樣走出嚟嘅。反而我唔係一個由細到大中意哲學嘅人，亦都我當初走去副修哲學都係因為覺得易攞分啲咁解嘅啫，都唔係話一個action 有成冇啊！至少我喺報大學嘅時候，17、18歲，你同我講叫我大學讀哲學，我應該同你講啊，睬你都有味。and then 有我啲客有朋友都有問過我，你 recommend 一個人大學讀3、4年嘅哲學，我到而家都唔 sure 我會唔會建議亦都覺得某程度好 dry 嘅。咁但係我想講嘅，我中意睇嘅嘢係人生哲學，就唔係一啲學術性哲學，我就。讀過之後又唔覺得話係真係即係撚下你個腦咯。但係你話真係攞嚟用，咁人生出嚟係用噶嘛，係咪？我又唔覺得真係好有用。好啦，但係個 point 係喺大學時期啦，就到畢業啦，到我會話18、19年咁樣嘅階段啦，我就真係好成型地係睇一套古希臘、古羅馬嘅哲學叫做 Stoicism， 中文翻譯就揾極我都揾唔到一個好好嘅，但係就叫斯多葛。斯就斯文嘅斯，多就多餘個多，葛就一碌葛個葛。點解斯多葛我就唔好知，因為佢英文讀 Stoic， 我斯多葛真係好唔夾。Stoic， 但我從來都揾唔到第二個翻譯。唔係啊，佢都係照譯嘅啫。Stoic 咁斯多葛學派咧，呢個哲學咧，英文就叫 Stoicism。Stoicism 咩都 ism 咁啊，即係 ism， 即係社會主義 socialism， 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 capitalism， 共產主義 communism。咁呢個斯多葛嘅學派就 Stoicism。一個由古希臘開始嘅一個門派啦，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呢個哲學家就呢個學派嘅哲學家叫 Marcus Aurelius， 係同時係真係一個古羅馬帝國嘅國王嚟嘅。嗱，個 point 係呢一個學派只係其中一個學派嚟嘅啫，其實有好多學派嘅，即係好似佛教你都好多種啦，係咪先？藏傳定咩基督教都係啊，有東正教有天主教咁樣。咁喺古希臘嘅時候 Stoicism 都係其中一個學派嚟嘅啫。仲有其他派嘅，包括苦行派，即係認為所有嘅錢財 pleasure 都係錯嘅。仲有一種 Epicurean 就係認為 pleasure 享樂先至係最重要。咁有好多唔同學派嘅，我就最後好明顯地揀咗 Stoicism， 即係呢個斯多葛。我哋用斯多葛嚟翻譯啦，不如就我睇咗咁多年，亦都介紹過俾好多客睇嘅。我嘅嗰個極多人買嘅45分鐘影片，林作閱讀習慣分享錄影都係有講嘅。個最基本主要原因，當時點解我揀咗呢個學派咧？即係咁早接觸咧，就係因為佢係最接近我呢種人嘅。咁呢種咩人咧？我係冇宗教信仰啦，首先。咁佢哲學學派就同宗教無關啦嚇。咁第二咧就係佢係要講邏輯嘅，要講道理嘅。
即係大家都知有好多唔同嘅人生哲學，譬如話 Zen 其他好多都係比較圓少少嘅。甚至乎你睇《論語》，即係孔子《論語》都係圓少少嘅，即係你佢講完你要自己 get，佢冇乜邏輯性喺裏邊需要嘅，你自己去衡量啦，自己去參透啦咁樣。咁我呢啲讀書生咧，就尤其係即係接受比較英式嗰種邏輯訓練大嗰啲咧，就唔得呢啲嘢嘅。即係你前文後理唔係通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呢啲係唔 make sense 噶啦。所有嘢都係講邏輯嘅，即係好似以前做大律師咁，都係非常非常清晰嘅，就係邏輯。我係咁大嘅。By the way law 同埋 mathematics 數學同埋法律都係唯二嘅兩個學科係完全基本上靠推理嘅啫。即係我俾套事實俾你，我俾啲道理俾你，然之後你就套嗰啲道理啲條文規矩入去嗰套事實裏邊。Close system 我哋叫做，即係佢個成個系統係關上，我就 train 呢啲嘢出嚟嘅。咁 Stoicism 個好處就係對於我哋呢啲都叫做書生中意諗嘢嘅人，佢係通嘅，就係你係可以靠邏輯理解晒成套嘢。咁我就好 OK 啦。好怕嗰啲好圓嘅嘢要自己參透啊，嗰啲我搞唔掂嘅。冥想我係唔得嘅，我都唔得噶，完全唔得。大家如果有研究過冥想嘅只係放空自己嘛，倒空自己嘛。我放唔到啊。對我嚟講係唔 make sense 嘅，因為我哋接受嘅教育係要諗嘢，諗清楚啲嘢，諗好啲嘢。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個腦真係唔諗嘢咧？哇！我唔做 meditation， 所以我都冇任何嘢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但係我想大家明嘅就係哲學好似講得好遠啊，對香港人嚟講，因為香港係完全冇哲學教育。我覺得冥想遠啲喎。但係佢同冥想係完全，至少 Stoicism 我斯多葛係完全同呢個冥想放空唔諗嘢係完全冇關嘅，所以我先 buy，因為我係極唔 OK 啲人講話放空自己 relax， 你而家點嗰啲催眠乜鬼嗰啲，我嚇死我嘅。我係一個好講求理性、好講求邏輯嘅人，所以你冇嗰啲咩信仰咯？冇，即係我個人生所有嘢都係 evidence base 嘅。即係有證據所以你唔信咯。風水，你唔信咩問卜啊嗰啲咯。以前有一期有聽下啲人講嘅，但係因為人哋自己話你啫，上面啲人係咯。但係冇邏輯，冇得用證據分析就我唔 OK。同埋你 find out 到其實冇一個準啊嘛，佢主要係呢個最大鑊。係。So 喺咁嘅基礎上，我就覺得咦呢套嘢啱我咁樣，咁點知一睇就上癮嘅。一睇最開始睇都睇啲雞精嘅啫，即係啲最快教到你上路，即係接觸呢個學派，慢慢就越睇啲古典嘅嘢啊，又成嗰啲其中一個典著作就我諗我睇過80次、10幾次啦，同埋而家其實我買咗2-3個版本啊，我屋企有最少3個版本，我而家依然揾緊一個係可以手抽版，即係有我見到啊！我諗住再買多個係細本精裝，可以袋住出街嘅。我覺得我想直頭揾到本咁嘅嘢，有咩事就by the way，歷史上係有好多偉人係做呢啲咁嘅嘢嘅，即係佢哋係手上會袋住本咁嘅書，然之後周圍你嗰本嘢叫《沉思錄》，但係唔淺嘅。對於個初學者，我有真心懷疑睇唔睇得明。但係你可以透過啲現代版少少去睇嘅。但我個 point 係我諗到而家為止，我睇或者係信奉，唔係叫信奉，接受呢個斯多葛嘅學派，我諗有我相信超過10年嘅啦。咁但係我會話都依然係每一次接觸到啲嘢嘅時候，即係關於斯多葛嘅嘢嘅時候，我每次都有新嘅體會，隨住人生經歷越嚟越多舉例近呢2年，我睇翻啲嘢，我會覺得哇，再有更加深層次嘅體會。以前有啲未必睇得明嘅，而家睇得好明，所以係一個對我嚟講幫咗我好多嘅一個學派，亦都係我今日想推薦俾大家。點解咁講？因為好多人成日都問噶嘛，即係話係林作點解你心臟咁強大啊？點解你可以唔理人哋點講啊？點解你可以咁呢個係你幾多年之前已經有呢樣嘢，即係呢個咁強壯嘅心態咧？或者基礎後開始呈現到出嚟，但係我覺得嗰時未實正，因為嗰時你純粹係靠模仿同埋靠喺個迷你社會嘅環境。你係咪從來都冇 care 過人哋點睇你？
越嚟越少係真嘅，但係10幾歲開始咯。咁都好早，早，但係唔係強壯版嘅自己嘅，一直都係慢慢越嚟越。即係你都會係咁睇自己，唔好介意人哋點睇咁啊嘛。絕對出咗嚟社會出咗道之後，係再有顯著嘅進步嘅。甚至你係中意添喎。Yes，係咯。Yes，到後邊直頭去到熱愛。咁點解會咁嘅咧？即係你熱愛嘅原因係乜嘢咧？喺邊個位咧？存在喺別人嘅腦海裏邊，代表你有影響力。都係嘅。如果你唔係好即係 care 一個人，其實你都未必會記得佢嘅。So 當你話好多人討論你，假設係唔中意你都好，我係好被呢樣嘢感動，因為小弟竟然可以有咁嘅影響力。呢個第一。第二，我一直都有講過，始終我認為人喺世界上要做嘅嘢係發揮到你嘅作用。做一個有用嘅人。而我可以咁樣存在喺人嘅腦海裏面係第一步。當然，你連溝女都係咁。Yes。但我必須要講嘅，亦都好慶幸，大部分觀眾都 get 到我講嘅呢套理論，就係我好害怕，確實有呢種人，佢係想要流量，純粹為流量。佢真係就係要刷存在感啫。呢個小弟夠膽講，由始至終都唔係我嘅終極目標。我諗你初俾人有感覺似係咁，但係因為你係要個時間令到人哋記得你，跟住人哋想開始睇下你今日有發咩癲嘅時候，你就開始而家會即係做一啲有影響力或者可以幫到人嘅嘢。你覺得而家呢個係一個時間，因為夠出名啦。係咪咁意思？好不幸地，你苦口良藥，你真係想俾啲有用嘅嘢人，有影響到人，你就咁直講出嚟，冇人理你。我明嘅，因為即係好似我拍開 IG 咁咧，你好認真講嘢咧係冇用嘅，你拍啲嘢好靚都冇用嘅。係啊。So 我哋要 sugarcoat 佢，即係要將呢啲嘢包裝啲糖衣裏邊先有嗰隻藥。即係你會講一啲嘢，可能令到人哋有啲興趣或者想笑或者成，跟住你就再 twist 去你想達到表達嘅嘢咁樣。So 我唔係好介意大家同唔同意我嘅呢套理論啦，同埋我嘅實踐方式啦。但係我淨係想講到最後嘅結果，我係想真係能夠提供到。我覺得你唔使理人哋同唔同意，你做到你係已經做到咯。到最後，我覺得認同係自己俾自己嘅。係啊。我做嘅嘢俾到呢個認同俾我自己，其他人點睇我都係會堅持。咁確實你都係做到嘅，即係唔係齋自己發緊夢啊？明唔明？你數據上面所有嘢其實都顯示緊俾你知你做到。我係好感恩嘅。咁去到呢個階段，2年幾前就做呢個開始做臨作顧問啦。咁就1對1嘅呢個諮詢啦。咁當然有時佢係couple 或者2-3個 friend 咁計，但係我就開始發現，咦，我哋經常傾嘅話題可能係事業、愛情、人際關係、學業一啲出邊唔同範疇嘅問題。傾傾下我都覺得，我幫你解決緊呢個 specific。今次你嚟揾我嘅問題，我哋傾1個鐘、2個鐘、3個鐘。但係嗰個我覺得係治緊標，唔係治緊本。即係你覺得佢可能他日如果第二個問題，其實都會同一件事發生。佢只係彰顯咗今次喺愛情上，今次彰顯咗喺人事上，彰顯咗喺佢生意上。但係講到尾，我覺得係個價值觀嘅問題。或者處事方式咯。價值觀衍生佢處事方式。處事方式有問題，咁你遇到事嘅時候，你咪搞唔掂咁樣咯。然之後我就成日喺度諗，如果我有機會真係可以幫你搞咗你套根本嘅系統，你根本嘅嗰個處事態度，你根本嘅價值觀，咁我諗好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思維模式咯，係咯。但係我會話係價值觀，你究竟要追求乜？但係每個人追求嘅嘢都唔一樣。That's the point。我認為斯多葛係你講得非常好。斯多葛呢套哲學正嘅地方係佢 universal，佢可以幫到每一個人都用同一套，呢個係最正嘅地方。我深信係得，所以我先講得好正。因為其他嘅學派，頭先我講嘅苦行派或者話 pleasure 享樂派，我都會話喺現代社會唔 work。
苦行派你直頭不能夠活喺香港，大灣區都唔得。係啦，即係斯多葛當年係有好幾個對家嘅，即係大家係有唔同嘅門派。我認為斯多葛派係唯一一個真係 make sense 嘅。現今嘅世界，享樂派都有嘅，但係斯多葛係越嚟越開始成為主流。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好正嘅一個發展，而我好希望可以喺香港普及化佢，因為以我所知，香港就冇乜人真係講同推嘅，which 係a shame。所以你想搞呢個課程 ？Yes， 所以我就我做呢個臨床顧問2年幾啦，我諗喺大概1年前咧，我就開始諗，喂，如果可以嘅，不如搞下個根，搞個本，唔好淨係治標啊。咁你點解要搞呢一個課程係面對面咁樣搞咧？我好堅持個課程要面對面教，唔可以係線上或者係錄影教，因為即係同學仔可以發問咁樣。Yes， 非常好，你講得好重一樣嘢。簡單啲講就係，我又覺得套哲學一啲都唔深，絕對可以聽得明，冇啲咩學術嘢，唔係象牙塔，唔使驚嘅，唔係啲你要有大學學位，你要去到教授級先聽得明嘅學術嘢。但係我非常擔心，如果用線上方式，如果用錄影方式嘅深度唔夠，啲人 get 唔到。我覺得呢種哲學嘅最大個問題係一定係實踐派嘅，我哋係要傾到你 actually get，齋咁噏出嚟讀出嚟。我相信啲人聽完就左耳入右耳出，同埋你可以現場睇到佢哋即係啲同學仔嗰個反應。我諗同埋現場聽個人都會專注啲嘅，即係如果你叫我 Zoom 睇一樣嘢，我都會分心。簡單啲講，係啊，即係好似我哋面對面對話嘅強度就係強啲噶嘛，就係大啲噶嘛。我要打得入佢入心。簡單啲講就係，我好擔心，如果係 video 或者係網上，我講嘅嘢可以叫做入腦，但係入腦係唔夠嘅。入腦係你聽得明咁解啫，但係入腦係以而家香港人 attention span 你會唔記得嘅。入腦對我嚟講唔做，因為啲係太快太多，唔夠做。我認為要做到嘅係能夠入血。入血嘅意思即係話真係幫你做咗個改變出嚟，深深嘅烙印，令到你根本唔再用以前嘅生活模式去生活，用咗我呢一套。呢個咁樣嘅強度，你唔面對面望住我去進行呢個咁嘅吸收，我覺得好難。同埋另外你講嘅互動好啱，我係好中意啲人發問即場解決，然之後佢哋突然之間就砰砰砰就會打聲晒，就會我而家明咯，頭先聽極都唔明。我要做咁嘅效果，咁嘅效果你網上做唔到。咁點解係3日嘅時間呢？因為快極我都要3日，一堂幾耐啊？一日遠跟你24小時，你死嘅。你個大腦撈唔到，其實一日咧高效嘅大腦運轉最多只可以4個小時。呢個係以前喺牛津嘅時候都好明白嘅。我每日得4個鐘嘅高效溫書時間，低效我都會溫下嘅，但係高效淨係跑得4個鐘，而跟得我上堂就係高效個大腦高速運轉時間，俾盡一日4個鐘啦。我寫3個鐘，有機 overrun 少少嘅，但係你預3個鐘左右一堂係大家嘅 limit。呢個我好有經驗嘅，而一堂搞唔掂，2堂都搞唔掂，快極我要3堂，所以我做3堂，巴不得同你做10幾20堂。但係第一，大家時間有限；第二，資金有限；第三，亦都喺香港咁樣嘅節奏裏邊，我覺得唔係實用。但係唔俾3萬俾我俾唔晒你。我係非常非常有誠意，亦都好有信心，但係一定要俾呢個時間俾我。咁我連住3日咯，即係要一氣呵成。你隔1個禮拜一堂，跟住3個禮拜咁樣，呢啲係唔夠強度嘅又。我係想做高強度，但係又要壓縮佢，短時間之內做成。所以我一個班只可以做最多70個，我認為50至60係最完美。大家可以互動到，但係又唔使太多人。而我係好相信。由第1堂開始，我可以提出嘅好多問題，大家俾到我答案已經係錯嘅。你嚟人生追求乜？講真嘅，個人諮詢裏面已經試過好多，但係即係嗰啲就我哋係解決個問題。而家我係成套俾你。I think 好多人當
你攞咗斯多葛嗰套價值觀，你聽得明，你理解，真係入埋血嘅時候，你睇問題嘅方式根本就唔一樣咗。依家我想做嘅係，以後你哋面對到條問題嘅時候，你真係可以套用呢套價值觀去學識點分析同俾出個答案。而我係認為有正確答案嘅。你笑我係一個數學或者哲學邏輯型出身都好啦，我係認為好多問題都係有正確嘅睇法，即係有正解嘅，解到嘅。但係而家好多人係冇答案，第一或者第二攞啲彎嘅計算方式出嚟計錯答案，所以你就好苦惱。And 我認為有咗呢套正確嘅價值觀，你係冇苦惱，你係唔會遇到事就喺度焦慮或者抑鬱啊。今年年頭嘅時候，我睇到香港嘅嗰個焦慮及抑鬱及焦慮指數又創歷史新高，40%Gen Z 嘅人都有抑鬱問題。我睇完我真係覺得，oh no！嗰個時候就係我加速呢件事，我即刻要搞，唔好再等。就開始研究點樣去即係場地啊、形式啊、又成啊嗰啲咁。去邊度搞？按咗個上環嘅地方嘅，自己小弟係住呢個港島中環呢邊啦。咁希望方便大家，方便自己之餘，個地方啱翻自己個 vibe 多少少。所以我揾咗個咁嘅地方。頭先講到情緒問題啊，我認為情緒問題係當然啦，你真係有嚴重係應該要求醫㗎，就好似美美當年咁樣。但係我係完全認為係走得出嚟。我覺得你求醫之餘，其實你真係想甩到呢件事係真係需要靠思考嘅，即係你齋靠藥係唔得，你藥係幫你喺嗰刻冷靜啲嘅啫。但係等你有個能力去思考嘢。我想俾大家個信心，就係我哋可以透過思考走出嚟，而你唔需要有我咁嘅學歷，唔使你甚至乎唔使好叻。呢套嘢係 universal 嘅，你淨係需要諗出個結果出嚟。依家嘅你唔係唔諗嘢，依家嘢你係亂諗嘢。亂諗嘢嘅原因係因為你唔識點諗。係啊，我真心係咁講，絕對唔係有冒犯之意。我認為好多人嘅問題係不學無術啫，即係話你冇得到過教授應該點樣去諗呢啲問題，in fact 任何問題。所以你套用咗一啲好彎嘅價值觀，譬如話我有錢就會開心，譬如話，OK？我呢個係最多人講嘅，但係譬如話我有錢就會開心，譬如話我有結婚就會好開心，好多㗎，乜嘢奇怪嘢都有。呢個我曾經都有諗過。好多係嚟自成長啦，嚟自社會嘅價值觀啦，嚟自你親朋戚友灌輸俾你㗎啦，嚟自你嘅學校教你㗎啦。我哋要改咗佢。潛移默化，因為當你冇建立個正確價值觀嘅時候，好多奇怪嘅唔啱嘅就會滲咗變咗你嘅價值觀之一。我哋要做嘅係建立一套具體嘅規矩框架，你一遇到咩事，套嗰套框架入去搞掂。呢隻嘢係好 neat， 我覺得好正啊，就係簡潔啊。即係呢度我唔劇透個成個課程教乜啦，亦都劇透唔到。大佬啊，我要成10個鐘，我個課程係 set 係10個鐘嘅，點樣可以喺3日3堂裏邊滲呢10個鐘嘅料啊？就係我嘅責任啦。假設呢10個鐘係教你10條規矩、10個做法，極具體、極生動。你跟我學嘢，你聽開我 podcast， 你知我講嘢幾地啊？我覺得我一樣。我幾年前同一個中同大學同學，我哋食晚飯啊，佢係一個好 top 嘅 ibanker。跟住我話：你就犀利啦！而家喺 ibank 呢 high finance 做到咁高級，揾咁多錢又成嗰啲。我非常之欣賞你 which 係非常之真，好 friend。佢調翻轉同我講，佢話唔係喎，我好欣賞你喎，因為你有個好勁嘅能力，係我唔認識任何人有，即係我哋班友裏邊，就係你係可以將啲問題講到咁生動咁地，將複雜嘅嘢都可以令到普通人明。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你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老師嚟嘅。我覺得我老師，即係老實講，如果我細個有啲老師好似你咁樣，咁應該好有興趣讀書咯。Unfortunately 呢個你講得好好嘅一個 point， 但係好不幸地，我認為老師嘅薪金係唔夠高，所以你吸引唔到真正嘅人才做老師。補習天王就得，
但係學校老師人工唔夠高。如果我係做特首嘅話，其中一個我會做可能係好具爭議嘅，就係要將老師嘅人工提升到醫生、律師水平。頓時啲老師就係最 top 到不得了，你信咯？然之後啲新一代出嚟嘅學生嘅水平就會因為呢啲咁嘅人嘅教導。Imagine 我係一間學校嘅老師，我講真，然之後我去教一批學生出嚟，我覺得個效果就會係即係我會教到一班人才出嚟，因為佢係跟我大嘛。你好地之餘講得好清晰，容易有啲比喻令到人哋明白之餘，你係有幽默感，有個幽默感。變咗譬如有時我係一個好冇耐性聽人講嘢嘅人嚟，即係我係嗰啲全部講重點，唔該唔好嘥我時間。但係你係會令到人哋會想繼續聽你講嘢咯。原來我一個咁冇耐性嘅人，即係雖然平時同你即係私底下情侶間日常嗰啲就比較無聊之外，但係當你講一啲好有內涵嘅時候，就會覺得你真係好吸引喎，真係講得咁樣。多謝多謝，唔係一方面係自己都係一個聆聽者，我都會知道悶嘅嘢唔想聽。同埋廢話多，真係會覺得好煩。我都係一個冇耐性人嚟嘅，by the way。係啊係，我 feel 到你係。係啊。另一方面係大家都係香港人 DNA。另外一樣嘢係我會係覺得嗰幾年補習嘅經驗，我做過大型補習社教英文幾年，係真係超有用。因為我真係明白你要點做先可以令到你面前蚊瞓緊嘅學生醒同埋聽得明。但係你初做嘅時候，你真係見到你啲學生係成程都係蚊瞓嘅，所以你先至改咗個方式嘅。我有做過3年補習社，你初初好認真嘅。我係睇住我第一排嘅學生瞓着啦。即係你點啊？嗰陣時講嘢個模式好悶嘅，即係好正路咯，真係跟住個 syllabus 咯。跟住之後你發覺大鑊啦，第一排嗰個都係瞓着。咁之後我就破咗個補習社嘅紀錄嘅兩個紀錄，一個就學生滿意度，啲學生係話：哇！呢條友教完之後，我真係聽得明，我真係同埋刻骨銘心，刻骨銘心，即係好印象深刻啊！即係覺得我識咗啦。第二就係學生投訴度，就話呢條友係極多黃色笑話同埋粗口。你有冇可能係飛甩到啲粗口，然之後都可以搞笑？我真心嘅，我係好專業嘅做嘢，但係我成日講我要講效果，係啊，我要講你係咪真係跟我學完之後有用？而我發覺你加呢嘢入去嘅時候，佢雖然可能係 shocked 有少少，但佢醒咗，佢 engage 啊！我明，佢真係能夠聽得入耳啊！佢成件事專注，因為覺得你啲嘢好有娛樂性，佢唔想 miss 啊。咁冇辦法，我就要咁做。咁我依然都係好自豪呢樣嘢。跟住之後我做咗2年半啦嘅呢個銷售，主要係保險銷售嘅訓練堂，都係公開受教。咁我都係掌握咗呢啲點樣可以令到啲人真係聽得明。我覺得我又有少少呢啲天賦，但我真係做咗大量實踐咯。跟住之後我先發覺，OK，原來呢啲 style 先至真係可以令到啲人聽得明、帶得走、入到血。成日講呢個 concept， 入腦同入血，入腦係冇用嘅，教完你哋聽得明咧係冇用嘅，入血即係完全成為咗你一部分咁樣先得。我諗我而家擅長做嘅就係幫人做入血咯，因為我真係想做成改變。咁都幾，咁呢個好犀利喎。我有呢個信心嘅。我如果你話我呢個就係天生老師格，我覺得我就係影響人嘅人嚟。而我嘅宏願係。大家知道我成日講我人生目標係做特首嘅，但係唔係話純粹為咗追求權利，我係真心地希望自己係透過有自己嘅貢獻，令到啲人覺得哇，你應該做特首，應該咁樣嘅，即係有個Plato 嘅柏拉圖嘅理想叫做社會係需要 philosopher king。佢係 famous 有調翻轉，唔係真係最 buy 民主，但佢 buy philosopher king， 意思即係話嗰個王者即係嗰個掌權嘅人應該係一個。philosopher 一個哲學家係真係有呢個咁嘅能力。但我唔係話自己可以做到咁，我嘅意思只係話我希望係嗰個可以透過俾到價值影響人嘅內心，從而發揮到價值。呢個係我想做嘅宏願。Imagine 透過呢個堂 let's say 我1個月做到1個班，I don't know究竟做幾多？我做完第1個班之後，先至會再諗點部署。但係第1個班肯定爆硬，已經。2排人報晒名㗎啦，淨係 launch 咗1日。總共有幾多個牌啊？
嚇，總共有幾多排？淨係可以做70個人最多。我 imagine 50個，我已經覺得好多啦。第一個班，我諗住推，以前都係咁，我會推啲人落去我下一個班。當我覺得我一個班已經好多人嘅時候，imagine 我每個月做50個啊，我唔知50個，我可以影響到佢哋，佢哋又可以再影響佢哋身邊啲人。我做幾年落嚟，我已經令到好大部分嘅即係一大班嘅人係可以係成為所謂嘅斯多葛派嘅人 Stoic。呢個咁樣嘅影響，我覺得係對我嚟講太有人生意義。如果可以幫到好多人走出你哋嘅抑鬱同埋焦慮，好似美美同我一齊呢幾年之後，即係見到佢嘅呢個蛻變，我覺得 Oh my God！呢個對我嚟講實在係唔係淨係錢可以帶嚟嘅價值咯。So 好期待可以見到大家。我同大家分享多一樣，依家我已經見到有人問嘅嘢。香港人好中意 PowerPoint， 好中意筆記。你唔好問我，我唔中意呢啲嘢。我係唔會做任何 PowerPoint， 係唔做任何 slide。我亦都唔派實體筆記。今日先有2個人連續問我，你會唔會到時俾筆記我哋？但我會做一樣嘢好癲嘅。係咩？我係有晒自己嘅手稿 notes， 我係會喺塊白板度寫同埋講。咁佢哋自己抄？我係 expect 啲學生抄。我係呢個我之後都會宣布，但係我希望大家。咁佢自己抄咪會記得多啲咯。That's the whole point。我人生裏面最喜歡嘅老師係以前喺中學，喺英國喺 Harrow 嘅個經濟學老師，教經濟嘅，教 econ， 完全冇任何電腦，後生仔嚟嘅，唔老嘅，極度醒啊！牛津大學1級榮譽，應該讀 PPE。每次行入個課堂一開堂就係個白板度係咁寫，一路講一路寫，一路講一路寫。你嘅職責抄少你大鑊，因為之後你唔知點用。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冇寫過，你寫得慢又大鑊，因為佢會查咗佢先可以去下一頁噶嘛，係咪？咁但係嗰個過程你吸收得最快。Econ 係有2個老師，一個 micro， 一個 macro， 一個宏觀，一個係微觀。佢係教宏觀嘅，跟住微觀嗰個老師咧就老伯伯嚟嘅，佢就派晒啲實體 notes 俾你嘅，基本上係唔使填啲乜嘢，有晒齊晒，跟住佢就吹，半個班啲人瞓着，包括我自己，因為我有啦嘛，啲 notes 有啦，我淨係望住 notes 又唔聽佢講，佢又悶，佢就跟上。同埋你抄嘅時候咧，你知道你自己喐過啊嘛，即係有深刻過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寫嘅時候你要知道你自己講緊咩，又要聽住又要寫。我都依然係好巴寫，所以大家應該留意過我啲習慣咯，中意有 notebook 啊。你好中意寫嘢嘅？好中意，我到今日仲你未必用電話啲備忘錄添嘅，你就唔用嘅，你用啲簿仔嘅。唔多，只有寫先深刻。呢個動作係好幫到大腦去記住啲嘢，所以我個堂我係會預告，我會叫我啲工作人員同所有學生講，係你記住搦本 notebook 出嚟去買本 notebook，sorry， 我諗到時我帶備啲白紙，已經有人係 A4 咯，你可以寫㗎嘛？寫一次係真係會最好嘅。當然我亦都係鼓勵大家要寫自己嘅版本嘅 notes， 嗰啲 notes 係自己嘅，應該要係咁樣。但係你會唔會驚啲人掛住寫咧？佢聽唔切你講嘢。我識掌握呢個節奏嘅，我識掌握呢個節奏嘅。大家係要用 point form 簡單嘅方式，將我講嘅嘢用自己嘅腦過濾過寫低。嗰個步驟就係學習。當年啊，斯多葛呢個學派喺古希臘開始嘅時候，就係有啲講書佬，呢個斯多葛學派嘅第一個大師開創嘅呢個祖師亦叫 Zeno， 就係一隻字都冇寫低過，開放嘅呢個 theatre， 學生入嚟，佢有收錢嘅，以我理解係唔係話 free， 但係坐低就講書，大家自己寫低 notes。而家存活嘅斯多葛嘅3位大師嘅呢個好多手稿，佢哋教學嗰啲教材，唔係佢自己寫㗎，係佢啲學生啊上佢堂幫佢 mark 低咗，然之後對翻出嚟，後世先至知啫，先至有啫。所以我一定會堅持呢種咁嘅方式，就係手寫。
當然咧，你真係要帶部電腦嚟，你要打字，我都認為唔係唔得嘅，但係一定要自己去做一次咯。但係入血同埋入腦係兩個 level。我覺得大部分人首先連入腦都入唔到，好多時透過自己嘅睇書，which 我覺得唔係易嘅。確實我明白嘅，因為嗰啲嘢有時睇落去好生硬，好唔 lively，即係好唔似係人話，好似。咁但係透過一個人嘅口，即係譬如我咁樣，我真係過濾到嘅，我講嘅就一定係人話啦。然之後可以係中文啦，大部分佢嘅課程都係英文啦。咁然之後用我嘅方式，最緊要嘅你頭先講得啱，我好叻玩比喻嘅，我覺得我係好適合用例子同埋比喻，令到香港人聽得明。呢樣嘢好緊要。咁我嘅宗旨就係令一個6歲嘅小朋友都聽得明啊！所以 by the way，that's why 非常鼓勵，如果有家長帶你哋嘅小朋友嚟，尤其有啲小朋友10幾歲諗多咗嘅，都會好多啊！即管嚟教。我覺得因為你嘅比喻簡單到咧，可能係日常生活都會遇到嘅嘢，Yeah. 而令佢會記得翻你講嘅嘢咯。係啊，就係要咁樣噶嘛。咁亦都有個好處係大家都認識我啦。即係上一集都有講過 parasocial，即係你哋都知道我係個點樣人，我中意講啲乜嘢嘢。呢種熟悉度係會用更加令到你哋容易係感受到我嘅諗法，希望咁樣做可以幫到大家啦。但係如果大家係真係有興趣，可以 DM 我係去理解即一啲斯多葛入門嘅書籍。不過講真，入極都係唔係容易睇得明嘅啦，最咁如果可以的話，就梗係希望大家係今個月23、24、25號係啦。但以後呢一集都係會擺喺度嘅，即係同大家講係當你哋真係覺得自己係不斷地越係有咁樣嘅客人同埋朋友，你一同我咁講，我就會呢一句係我最後咁，我想俾大家忠告。有種客會同我講話，我年遇到啲事情不順，不停地有事情打埋嚟，可能係不同方向嘅愛情、家庭、事業、學業 whatever， 唔係正常嘅。當你發現諸事不順嘅時候，就係你嚟揾我上呢種課程去根本性解決嘅時候，唔好再嚟治標，3個標、4個標、5個標，下個月有新嘅標冇用嘅，嚟治本啦。我希望大家呢一集如果純粹啟發到呢樣嘢，原來我可以根本性解決，原來我可以建立自己一套系統，嗰套系統喺我臨在嘅角度叫做斯多葛。我嘅生活，我嘅內心，我係都係 live by 呢啲 standards。極度鼓勵大家學，即使唔係跟我學唔緊要，你要去揾第二個學自己睇都得。但係我深信跟我學係好快、好深刻入到血，就希望可以透過我嘅不斷地做呢個課程，真係可以改變到香港人嘅即少少貢獻啦，喺情緒上面嘅困擾。希望下一年即我可以幫到幾多，但係我哋嘅呢個抑鬱同埋焦慮指數係會降到歷史呢個新低。OK， 好，下一集又再同大家傾下偈。加油！拜拜。好啦，咁作為一個 bonus session 啦，就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下，如果斯多葛呢個學派裏邊究竟有啲乜嘢道理係會教曉大家。劇透少少啦，但係一個未可以入到去好多 detail 啊，只係同大家講下我哋會去到個咩境界。首先第一個係我會令到大家可以學識接受，甚至乎係熱愛生命中發生嘅任何事。我講緊係熱愛，直頭，無論你係出咗咩事，好多人而家係連接受都未接受到。但係我會教大家去到個 level 係你熱愛生命中發生嘅任何事，包括塞車，包括俾人罰款，包括俾人告，包括投資失利。You gotta love it。Zeno 呢個斯多葛嘅學派嘅老祖先係喺屋企作為富商，佢有條船裝載住佢啲貨。喺海面度沉船，成副身家冇晒嘅情況之下，先發展出斯多葛呢個學派。即係話
我哋發生嘅好多壞事所為，可以最後成為好事。呢個好好。Yes， 對於人生好好。Yes， 我會教大家點樣可以喺生活面對事情嘅時候，要有一種保留嘅感覺，就係事情可以發生得好差，可以出好多事。唔好當啲壞事出現嘅時候，有種覺得點解會發生？而喺呢啲事發生之前，已經有好足夠嘅心理準備去坦然面對，因為呢個就係生命嘅一部分。我會教大家點樣將生命中發生嘅所謂障礙變成你哋前進嘅動力。你嘅障礙正正就係會成為你行動嘅下一步嘅地方。困難唔單止唔會阻礙你，反而係幫到你最後達至你嘅目標。逆流而上。Yes，in fact 就係要抵受逆流、抵受壓力，你先上得到。就好似你想練大隻，你唔舉鐵啊，嗰嚿鐵就係你成為更加強嘅嗰個過程啊，係踏腳石嚟嘅，唔係阻礙你嘅。我會教大家學識接受事情係幾咁多變，冇嘢係會唔變。冇嘢係會永遠嘅，變幻就是永恆。我會教大家點樣去睇我哋生命嘅時間係有限呢個事實，唔係令到我哋驚慌時間嘅完結，而係更加珍惜我哋擁有嘅每刻。我會教大家明白好多嘢係天性，個天命去注定同埋係借嘅，我哋去學識點樣去了解。我會教大家去學識點樣去從一個負面嘅角度去睇，如果有啲事情係差嘅會發生，你可以預示咗先，從而唔使喺佢真係發生嘅時候突然之間係好似崩潰咁樣，從來都冇諗過。我會教大家有時候要刻意地接受一啲喺生活裏邊嘅不便利同埋唔舒服，幫大家去變得更加強。我會同大家分享我係點樣去每一日開始嘅時候去睇嗰一日應該點過，同埋每一日完結嘅時候去 review 翻嗰一日，其實過程點。我會教大家點樣去喺生活上真係過得夠簡約。啲唔需要嘅多餘嘅嘢，你可以唔使去理，但係有啲乜嘢係重要嘅，我哋一定要係take care 去搞掂佢。我會教大家點樣去面對批評，面對其他人對你嘅攻擊。我亦都會教大家點樣去判斷好多事情，包括判斷自己，諸如此類呢啲。講真，pack 喺10個鐘裏邊會係好 intense 嘅，但係我深信會係令到大家係有好多好多之前冇嘅體會，但係都係嗰句，我唔係淨係想幫大家入腦，我想幫大家入血。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follow Joe Lam Stoic JOLAM STOIC IG， 你會見到更加多。下集再見，拜拜。